欢迎收看《Go Go 广哈会》，我是敏华。大家现在家家户户都有电用，非常的幸福。但幕后工程是谁呢？就是台电很辛苦的维修人员了。可以看到呢，平常奉菜时候，就是台风的时候，他们得要在外面维修电塔，但其实呢，他们也要遁地哦。看看他们也得在地下15层楼的地方工作，带您了解。电力维修员在地下15层楼怎么工作？这些放置电缆的隧道，就是电力维修员工作的地方。在台一线下方的这个通道，这地方是台电很少曝光的工作场所。电力维修员的工作动辛苦，没动危险。哇，那班长在这边工作啊，是不是很危险嘛？哦，你拖了动到底部一股做些哈，就轻强哈，氧气啊，拉啦，啊，佮有毒气体，嘿，有毒气体，所以讲咱落来到位做些吼，即主要用一个通风，还佮带试用气体，那个侦测确定无问题了，很让拿来做些。电力维修员不止在地底下工作，爬电塔维修保养也是工作之一。不管大太阳还是寒流报道，他们全年无休。就算奉菜，还是得要爬上爬下。对于他们来说，奉菜天走色动危险。但为了不让大家缺电，他们努力坚守工作岗位。哦，你们真的是上山下海、上天遁地耶！这个是我们的。这个是我们保线员应这个职责，这个职责，然后忍者龟的忍者龟有在地下水道的感觉。对。遇到奉菜、下大雨，很容易断电停电，但他们几乎没得歇困。看到电力维修员，大家记得给他们掌声鼓励鼓励。Hello， 各位朋友们，我们今天跟着敏华认识许多新的词，其实在生活当中非常的实用。在这边，明珠带大家复习一遍喽。来看到第一个词就是危险，危险，危险。第二个呢就是台风，奉菜，奉菜。第三个，我们来学到一整句话哦。来看到这句话就是台风天工作很危险，奉菜天走色动危险，奉菜天走色动危险。台风天工作的朋友真的非常的辛苦，记得自身安全是最重要的。我们下次见了，拜拜。